女同學被摸胸，李大話反應過敏。同係男同學扮問功課，原來已經唔係第一次㗎喇，嚇到個女仔走堂避開佢，咁都唔係辦法㗎噃。最後決定向學生紀律委員會投訴，仲要求保留 CCTV 片段做證據。之後校方叫個男仔自辯。今個月初，校方終於完成調查，但係就勒慶成班同學尋日喺民主牆貼大字報鬧爆學校。佢哋話校方竟然信個男同學解釋，話一直中意個女仔，只係表達不當咋。呢個唔係手法不當咧，即係如果喺刑事佢已經犯咗嘅咯，咁點解唔報警咧？係咪為咗想維護其他學聲譽定係想點咧？校方仲話個女仔未拍過拖，反應過敏，咁樣會搞到個男同學第日唔敢識女仔喎。黐線咯，態度好令人嘅咯，即係佢哋又好牽強，超牽強。最爆嘅係有委員會代表爆響口，你估得你一單 case 咩？咁嘅意思即係話，即係之前有好多同類型嘅事件發生喎。咁我見到我都覺得好唔抵啦。李大回應話冇偏幫任何一方㗎，同埋已經派咗輔導主任跟進事件㗎啦。